美国国务卿蓬佩奥3月26号接见了流亡美国的29岁的维吾尔族女子米娜，了解了米娜在新疆拘禁营中遭受的折磨和虐待。蓬佩奥承诺，美国会为结束中国打压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提供支持。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魏之来介绍。魏之，好的。蓬佩奥国务卿呢是星期三在国务院接见的中国维吾尔族这个女子米娜，听取了米娜在拘禁营的经历。蓬佩奥对米娜说：“欢迎来美国，感谢你来和我见面。”米娜在事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她觉得很感动，感觉好像有人尊重她，有人听她的故事，听她的要求。米娜呢是新疆拘禁营的幸存者，据她说，她在中国3次被捕。遭受到酷刑，和几十名女性一道被关在一个狭小的牢房里面，期间目睹了9人死亡。而在她被关押的期间，她的一个年幼的儿子在当局的监管下离奇死亡。我们来听一下她是怎么说的：“我失去了我的一切，我失去了我的工作、我的父母、我的爱人，还有我的家乡，还有我的那些。”以前的那些同学们，还有我看到的很多，不公平的、无辜的人，所以我不敢闭着眼睛让这些事情过去。因为我也是一个母亲，我也是一个女人。我在监狱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再也不能见到太阳出来，再也不能见到我的两个孩子，再也不能见到外面，就这样28岁就结束了我的生命，我就这么觉得。我也想自杀在监狱里面，但是没办法，没有东西让我快点死去。在生存下来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生命不是为我自己活。此前呢，他曾在美国国会、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等公开场合讲述了这些故事。中国政府表示，米娜的指控是不符合事实的谎言，但 CNN 等国际媒体坚持对此事的报道。半年前，米娜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来到华盛顿市郊定居。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现在她不是为自己而活。”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我第二个来的这个命运就是为了失去那些的痛苦，那些在监狱里面受折磨的那些人的声音，必须要我发音出来。我可以不说话，我可以咽下去。我这样生活的话，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在我老家过得平平安安的。但是我就是为了我那些其他的所有的很多人考虑，无辜的受折磨的那些人，我闭嘴闭个眼睛这样生活不了。因为每天我安静的时候，每天我闭上眼睛的时候，我眼前就是那些人的模样。当天一同受到蓬佩奥接见的还有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维语组的记者古利切克热等3名维吾尔人，他们中每一个人都有多名家人被中国当局拘禁或判刑。蓬佩奥赞扬了他们面对中国的虐刑勇敢地发声的勇气，并承诺美国会为结束中国打压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提供支持。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拉迪诺星期三发表声明说，这些幸存者的故事只是中国在新疆的镇压运动中数百个幸存者故事中的一个小部分。他们为新疆上百万无法为自己说话、没有行动自由、思想自由、不能实践哪怕是最基本的信仰的人发声。美国国务院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他们的家人和所有在拘禁营被任意拘押的人员。而中国政府说，这些营地是职业训练中心，教授法律和普通话。主持人，好的，感谢记者魏之在新闻中心的报道。